今節講釋迦啲出呢個羅馬書6第9節有講到，因為到基督已經死了復活，佢冇再犯事，因為到佢死了都係打贏呢個罪惡嘅方面，佢死咗呢就打贏呢個滅亡嘅問題。嗱，羅馬6第10節有人講到，因為到佢嘅死。都死對於呢罪惡嘅方面，是熱戀本原人，切格相信嘅啥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到佢嘅生都係生本上帝，一樣切格相信耶穌基督，切格嘅罪本耶穌基督，但係切格脫從呢個罪，切格生到人生嚟榮耀上帝，榮耀基督，因為到呢個羅馬書6 11節。車人有人自家嘅看法，已經基督死了，贖自家嘅罪，復活為了自家得到永久嘅生，所以在耶穌基督內中，自家相信嘅自家嘅救主，自家嘅罪惡俾佢赦免hết，罪惡俾佢解決hết，自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雖然自家世間呢一存在時間，一樣也係生到榮耀主，然後離開咗世間，自家也係自家嘅生命鏈。也係榮耀主在上帝嘅面前，因為個罪變赦免hết，自家能站到佢嘅身邊。阿門。